后来这2天，真侪民众搬出着电烧器、电烧炭来保温暖。要提醒乡亲，使用这个电炭都要特别注意。譬如讲，袂当用氮气，因为会来漏电；嘛袂当拗，袂当挤，因为拗挤电炭会无法度散热，恐惊会全烧起来。另外，有心的太太红婴仔糖尿病患者，甲长时间倒伫门床顶的特殊的族群，上好拢莫用地毯，安尼较妥当。将电炭摕出来，天气若伫寒的时，真侪乡亲都会用，是讲用电炭要特别注意。其实是不需要太过于清洗，因为可能会引发触电的危险。如果说去折叠到的话，可能会影响它整个这样子导电的过程，绝对是不能放在乳胶垫上，是绝对不行的，因为乳胶是不透气的，可能就是温度可能会过高。如果温度上好设定伫35到37度，困的时要开定时，避免讲用规暝伤烧烫伤。要人用电炭了后会像安尼。我肝又好痒哦。会真痒，医生讲是因为电炭持续伫散热。加上人体皮肤较干，会引起皮肤过敏的反应，还有气管炎、皮肤出血性的疾病、心脏、脑血管疾病患者上好莫用。冷热空气的变换之间，假如本身有一些气管或是肺部疾病的人，有可能会导致这样的疾病容易加重。本身的心脏或者是脑部的血液循环系统，如果不是这么稳定的情况下，反而造成循环系统的压力，导致说中风、出血或是体内像胃出血这样的疾病。另外，有心的人嘛要注意，因为电炭的热源会有胚胎蛋白质变形，对这腹肚内面的囡仔形成危险。所以讲，医生建议讲，若有慢性疾病民众用电炭的时，上好先问过主治医师。若是一般人伫使用，爱补充水分，才袂讲因为电炭来伤着身体。